當做咗幾個月之後咧，就儲到筆錢啦，咁啊，跟住就走去開鋪頭啦。開鋪頭賣 CD 喺尖沙咀。我叫沙田咪，原名翟浩森，1974年喺沙田出世。屋企雖然唔算大富大貴，但喺街坊眼中都算體面。15歲嗰陣仲未識事，覺得江湖大佬威水，就膽粗粗闖入深水埗，加入咗當時嘅14K。後來我就拜喺雞腳黑門啊，成咗何姓和嘅人。父母見我學壞，夾硬送我去澳洲留學。喺墨爾本嗰陣，日頭背英文單詞，夜晚匿喺宿舍睇港產片，總覺得嗰邊江湖等緊我翻去。留學期間認識咗而家嘅太太。2007年回流翻港，啱啱趕上 VCD 最 hit 嘅時候，上海仔靠盜版光碟帶旺咗成間和成和，我亦跟住尾入行，由黑錄機到批發渠道，冇日冇夜都錄緊。有人話我係執現成啦，其實佢哋唔明白。江湖生意都要計成本喺自己。嗰陣時我白天幫公司對賬，夜晚去旺角倉庫點貨，靠住呢門生意，我喺社團入邊揾到自己嘅位置。2010年當上錯管嗰陣，我都淨係36歲。錯管嗰2年呢，我喺尖沙咀開咗間辦公室，牆上掛住關帝像，大台上邊擺住部筆記本電腦，投資電影公司，簽藝人，甚至幫阿仔鋪路入娛樂圈。大仔定中意唱歌，我就揾咗吳國敬收佢做徒弟。細仔 Zachary 想當導演，我直接拉佢去片場學嘢。推下錯管位置真係個轉捩點啊！一開始仲諗住靠娛樂圈轉型，揾崩牙區嚟投資電影，以為可以複製上海仔當年嘅風光。開鏡儀式搞得好隆重，預告片拍得花枝招展，結果院商完全唔買賬，連合作伙伴都急甩關係。有人話題材敏感，有人話製作粗糙，其實我心知肚明，佢哋怕嘅就係江湖佬呢個標籤。突然之間明白，正行嘅門真係冇咁好入。我呢朵浪花到咗該退潮嘅時候啦。後來就開咗雞公煲店，喺九龍城同沙田各開一間，每晚7點後都坐滿路客，有馬仔嚟捧場，街坊嚟食飯，冇人再嗌錯管，淨係叫我森哥。其實開餐廳唔係認輸，而係想俾啲仔做個榜樣，雖然行得慢啲，但踏實穩當啦。